熱帶氣旋韋帕為我哋帶嚟2年嚟嘅首個10號颶風信號。雖然佢最接近香港嘅時候淨係得颱風級別，比起前幾年嘅超強颱風蘇拉、山竹等等較弱，但係佢仍然為香港廣泛地區帶嚟暴風至颶風嘅影響，對香港嘅破壞不容忽視。早喺丹拿斯為華南帶嚟暴雨嘅時候，電腦模式已經預料喺季風槽入面會有一個廣闊低壓區喺菲律賓以東海域生成，並且大致移向南海北部，但係最終嘅登陸地點仍然散佈喺台灣至海南島。受惠於超過30度嘅海水溫度、中等至低嘅垂直風切以及良好嘅赤向流出下，佢開始整合結構，並且發展出低層環流中心。喺7月18號，日本氣象廳將佢升格為熱帶風暴，並且命名為韋帕。當時電腦模式同埋氣象機構都普遍預料韋帕會喺香港西南200公里左右掠過，並喺陽江附近登陸。當時韋帕引起社交媒體上面嘅激烈討論，後嚟更加有假嘅風球時間表傳出。由於韋帕係以季風低壓嘅形式發展為熱帶氣旋，佢嘅環流相對較大，整合速度亦都較一般熱帶氣旋慢。佢中心嘅整合位置稍為不同，就會令到佢之後嘅路徑出現明顯差異。再加上呂宋地形同埋南邊較強嘅垂直風切影響，佢橫過呂宋海峽嘅時候一直係採取偏北路徑。各大官方氣象部門同埋電腦預報亦都向北調整路徑，預料佢會喺香港南面嘅100公里內掠過。而當中嘅歐洲電腦模式更加一度預測韋帕會喺香港嘅東面掠過。喺7月19號凌晨，韋帕正式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天文台喺2點20分發出1號戒備信號，同時佢開始發展出中心密集雲團，並喺當日嘅清晨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隨住韋帕進一步靠近，天文台喺下午發出3號強風信號，並且隨即表示會喺翌日嘅凌晨12點20分發出8號信號。喺當日嘅黃昏，韋帕嘅外圍雨帶開始影響香港。香港唔少地區喺雨帶掃過嘅時候，短暫錄得過強風程度嘅風速。而喺夜晚，佢開始發展出模糊風眼。天文台喺凌晨將佢升格為颱風，並且發出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當時韋帕係集結喺香港東南偏東大約280公里。喺8號風球發出初期，香港主要係吹偏北風，而受到較大嘅地形屏蔽影響下，風力係未有明顯上升，普遍地區嘅風力係徘徊喺強風程度以下。直到7月20號凌晨，香港嘅風力開始增強，廣泛地區逐漸受到強風影響，而橫瀾島同埋大老山亦都率先吹起烈風。天文台喺早上嘅7點20分發出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按照而家嘅預測路徑，韋帕會喺嚟緊幾個鐘頭最接近香港，並且接近中午時分喺香港天文台以南大概50公里左右掠過。天文台會視乎香港嘅風力變化，評估係咪需要發出10號颶風信號。喺當日嘅上午9點，韋帕嘅眼壁開始影響香港。香港東部地區嘅風力急速上升，橫瀾島、大老山等等嘅高地同埋離岸地區係率先吹起颶風嘅持續風速。天文台喺9點20分發出10號颶風信號。隨住韋帕移向香港南面，香港逐漸吹偏東風，而香港普遍地區嘅持續風速係達到烈風至暴風程度。長洲泳灘同埋橫瀾島更加係持續吹颶風。韋帕喺中午12點最接近香港，喺香港天文台總部嘅西南偏南大約60公里掠過。隨住韋帕移向珠江口以西一帶，並且開始遠離香港，香港嘅普遍風力已經回落至強風或以下。天文台喺下午4點10分改發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但係韋帕嘅中心環流內一道東南至西北走向嘅強烈雨帶急速發展，為香港普遍地區帶嚟頻密嘅狂風暴雨。
天文台先後發出黃色同埋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暴雨期間，香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70毫米雨量。由於香港風勢回落嘅速度相當快，天文台喺夜晚7點40分改發3號信號，並喺翌日嘅凌晨3點20分以及清晨5點10分分別改發1號戒備信號以及取消所有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韋柏襲港正式告一段落。喺韋柏襲港期間，香港多處吹暴風，南部同埋高地更加吹颶風，包括高地嘅昂坪、大老山、南部嘅橫瀾島、長洲泳灘以及港內嘅青洲。當中昂坪係錄得171公里嘅最高持續風速，更加錄得過時速234公里嘅陣風，僅次於2012年韋森特嘅時候創下嘅紀錄，係一眾10號風球當中排名第2。而喺坪洲亦都錄得115公里嘅持續風速，以及152公里嘅最高陣風，打破咗該站最高陣風紀錄。喺維港嘅北角、中環碼頭以及香港東北部嘅大美督，亦都錄得暴風程度嘅持續風速。而喺8個風球參考測風站方面，長洲錄得颶風，西貢吹暴風，而赤鱲角同埋流浮山就吹烈風。沙田就以些微之差，未能錄得強風程度嘅風速，令到韋柏成為第一個強風唔係全中嘅10號風球。雖然係咁，香港整體嘅風力喺韋柏襲港期間仍然同蘇拉同埋天鴿相若，絕對係一個達標嘅10號風球。喺韋柏吹襲下，香港有超過700宗冧樹同埋7宗水浸報告，亦都有33名市民喺風暴期間受傷，多班原定喺7月20號起飛嘅航班都要延遲或者取消。喺風暴吹襲期間，唔少地方險象環生。梅窩碼頭附近嘅露天停車場，當時停泊嘅8架車就得到免費嘅洗車服務。3層高嘅觀光船海龍明珠號不敵風浪，喺海上漂浮，最終撞向堅尼地城招商局碼頭。喺北角摩天大廈外牆嘅棚架更加喺颶風中被吹冧，壓住多架車輛，要消防員到場清理。龍翔道近黃大仙站更加出現水浸，車輛要涉水而行。喺韋柏仲未形成嘅時候，各大電腦模式已經預料佢會進入南海北部，並且有可能相當接近香港，引起咗唔少市民嘅討論。相比起2年前嘅蘇拉，今次風暴嘅預測路徑以及最終路徑嘅差別唔大，原因係7月正值盛夏，西風槽對於副熱帶高壓脊嘅打擊冇其他時候咁明顯，導致韋柏一直沿住副熱帶高壓脊嘅東南脊線，採取西北至西北偏西嘅方向移向廣東沿岸。熱帶氣旋爆發增強係有幾個條件，包括極高嘅海水溫度、較低嘅垂直風切以及良好嘅高空流出。今次韋柏喺發展出中心密集雲團之後，遇到較強嘅垂直風切，令到韋柏嘅強對流喺7月19號夜晚短暫撤離至中心嘅南方，相當不利風暴快速整合。睇返星期6晚嘅天氣圖，可以見到韋柏中心北部亦都存在一個高壓單體，令到韋柏嘅極向流出受阻。因此，即使韋柏長期處於高海水溫度嘅環境，以及有充足嘅水氣，亦都未能出現爆發增強嘅情況。事隔2年，天文台再次掛起10號颶風信號。韋柏提醒我哋，即使只係一個颱風級別嘅熱帶氣旋，只要佢最大風速半徑覆蓋到香港，都可以帶嚟相當大嘅破壞力。喺韋柏吹襲期間，記得有觀眾一直睇小韋柏嘅威力，但係韋柏證明咗俾我哋睇，無論係颱風、強颱風定係超強颱風襲港，我哋都應該喺風暴嚟臨嘅時候做好準備，預防人命傷亡同埋損失。而隨住溫室效應加劇，近年颱風嘅平均強度有上升趨勢，
唔排除未來係會有更加強嘅10號風球出現。